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初5，诗篇96篇13节安尼讲：上主得来啦，伊要来审判普天的，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，伊要用信实审判万民。三甲来祈祷，用公义甲信实审判普天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圣洁甲公义的至圣上帝，因为你是圣洁，所以阮伫一切行为嘛着圣洁。因为你是公义，所以阮也着伫一切的所有照公义来三款待。主啊，阮知影地甲其中所充满的世界，甲点伫伊中间的，拢是属于你。主啊，敬畏你，搁行伫你所欢喜的路的，你要赐福予伊。主啊，阮要尊你最大，阮要尊趁你的话来行，因为日子要快到，因为你就要来啦，你要来审判普天的，你要用公义审判世界，你要用信实审判万民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